自己屋企可以遊艇，仲可以釣魚。如果係有個摩托車艇咧，仲更加長，可以兜兩轉啊！呢個湖係活水湖嚟㗎，閒時真係可以釣魚啊！啱先 Coco 都見到咗㗎啦，整個平台不計即贈送俾你使用。平時嘅時候約上3-5知己喺度嘆兩杯，仲更加正。你係咪想知道價位幾多？非常之實惠啊 ！Total 800個，月供5700就可以攞得，而且仲係溫泉入戶啊！嗱，天冷嘅時候喺度泡溫泉，正唔正啊？問你正唔正啊？而且呢個廳位咧足足70個方啊！嗱，嗰度咧有個私房位置啦，我哋嘅左手邊咧仲有個中西結合嘅廚房位俾到你啊！而且係精裝交付，現樓嚟㗎。嗱，再翻出嚟睇呢個花園，80個方嘅花園，正唔正？平時喺度 BBQ 係咪先？嗱，右手邊呢邊嘅咧擺翻個茶几，同朋友喺度飲茶。舒唔舒服啊？再翻入嚟呢度長輩房，套房設計嘅長輩房啊，不計即贈送俾到各位街坊使用啊，仲係乾濕分離嘅衛生間啊！呢個實用率啊，超過200%嘅實用率啦，月供成2700啊，輕輕鬆鬆就可以攞低一套溫泉入戶嘅別墅啦！話不多說，我哋上2樓睇下。嗱，2樓咧就有2個套房啊，第一間房就係你哋嘅 BB 房啦。哇，今日嘅天氣話不多講啦，藍天對白雲，陽光明媚噶，細蚊仔咧睇到呢間房咧絕世咧點晒頭啊！嗱，呢邊嘅咧就係我哋嘅乾濕分離嘅衛生間啦。嗱，真係2樓呢度間房都可以睇到咁靚嘅景喎。再睇翻我哋主人房，舒服啊，正啊！呢個咧真係度假嘅勝地。2樓呢度咧溫泉入戶噶，呢個浴缸都幫你安排埋啊！呢度咧就係乾濕分離嘅衛生間啦。前後花園算咩啊？仲有個更驚喜嘅位置啊！月供5700可以用到咁靚嘅溫泉入戶嘅別墅俾到各位街坊。你睇下呢個屏幕正唔正？呢個平台嘅咧都係不計即贈送俾你噶。晚黑嘅時候同你夫人喺度睇星星睇月亮，嘆翻2杯紅酒咧，仲更加正啊！你睇埋，哇，係咪非常之舒服？仲係心喐喐5700啊！Total 先係86個啊！嗱，你揾到 Coco 咧，俾個更大嘅驚喜俾你啦！咩更大嘅驚喜啊？就係我哋嘅家私大禮包贈送俾你手上面啊！感興趣評論區留言3個，我發詳細資料俾你。你更加心喐喐嘅咧，留言3個版，我安排私人車輛去到你屋企樓下接你啊！我哋下期再見。